輪椅體育舞蹈喺香港嚟講咧，其實都已經玩咗好多年㗎啦。今年嘅3月嘅時候，我哋喺香港舉行咗一個國際賽事，咁佢攞到咧就係1金5銀3銅嘅成績。我喺香港搞係第一次，香港有幸舉辦到呢一個輪椅體育舞蹈咧，其實真係好開心嘅，大家都係一個大型嘅賽事啦，亦都係喺香港舉辦啦。咁其實都比較緊張嘅，同埋香港嘅觀眾都會比較多啦。咁樣都想盡力，希望可以攞到牌咁樣咯。都希望可以將呢個項目咧，可以帶俾香港嘅市民，俾佢哋睇下呢個項目係咩嘅運動。都係一個主場嘅優勢啦，同埋我哋都唔需要話額外太過花費多嘅時間喺交通啊，或者喺運輸我哋物資方面，節省時間之餘，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有更充裕嘅準備。咁希望我哋今次呢個全國運動會喺香港度舉辦咧，可以有更加多香港嘅市民嚟支持我哋，為我哋打氣。今次係一個大眾項目，都想將呢個運動項目咧推廣去全國其他嘅地方。